越唱越好戲，越睇越歡喜。各位海內外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珊珊。嗱，今期節目咧，我哋繼續請嚟粵劇曲藝名家包昌平平姐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佢最近主演嘅一部古裝戲《劈靈救母》之外啊，亦都繼續傾一傾啦佢嘅從藝經歷㗎。平姐你好，你好，珊珊。係啦，咁啊平姐咧，今期同大家分享嘅係古裝戲《劈靈救母》啦。咁但係咧，我相信亦都有好多嘅觀眾朋友聽過平姐唱曲藝嘅喎。喺曲藝方面咧，其實平姐係獲得咗好多嘅獎項啦，包括全國嘅大獎啊！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呢段曲藝嘅經歷咧嚇？其實唱曲藝嘅時間仲多過做戲，因為咧92年改行之後咧，就喺郵電局辦公室，但係地方比賽咧，我就成日要代表湛江嚟省比賽，咁啊又幾好運氣喎，次次都有大獎，我得過3次省曲藝大賽嘅一等獎。係啦，咁後嚟咧，仲喺廣東音樂曲藝團嗰度咧，就係做過主要嘅演員啊。99年就嚟噶啦。99年做到幾多年啊？做到03年。99年做到03年，做咗成4、5年咯喎。係啊。係啊，咁喺呢段時間，領導對我唔錯㗎。係咯，點解要走咧？好多觀眾唔捨得啊。係啊，去咗香港啊，真係名聞安。咁其實咧，平姐嘅唱腔咧嚇，真係好有星腔嘅韻味啊。係啊，我相信咧，你亦都係集百家之所長啦。跟過邊啲老師學唱過咧？我係入室弟子咧，我就係黃少梅老師嘅入室弟子嚟嘅。我哋已經有21年嘅師徒緣嘅。星腔傳人啊，名副其實。係啊，星腔傳人。係黃老師揀我嘅，我代表湛江比賽，唱咗嗰支《只見回洛神》。嗰陣時，師傅做導演，師傅揀我噶。即係師傅話覺得呢一個學生真係有潛質，我要收佢做。我係幾幸運嘅真係，師傅對人好好噶。相當好，而家咧仲成日喺我面前講話你咧，我覺得邊個唱男音幾好噶，佢成日話我聲好，又唔好放棄，佢話你咧有啲時間咧就要學邊個唱男音啦，佢真係好噶，佢以前芳姐啊成日叫我跟呢個跟嗰個學噶，咁我決心咧明年咧我就係真係。聽師傅講，即係學翻一 part 嗰個男音，即係清歌咧就最難唱嘅，亦都係最考演員嘅一種演唱技巧。咁我哋聲腔咧就比較平和，又比較婉轉，比較斯文，就好多全世界有華人嘅地方咧，就有好多擁躉。咁我作為聲腔嘅傳人呢，我哋呢種傳人嗰種意義呢，就係任重使命感，係有使命感，又任重道遠，應該做嘅係嘛？特別而家喺咁嘅時勢呢，即係學戲嘅人呢，就唔係好多，因為呢種呢，即係唔係一個熱門嘅職業，但係呢國家呢好扶植，香港都好扶植，每年俾咗好多錢。地方咧而家又注重一種傳承，我覺得非常好啊！嗱，確實咧，平姐喺演唱方面咧係好有自己嘅個人特色嚇，咁啊真係咧深得星腔嘅真髓。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繼續去片欣賞由包昌平主演嘅《劈靈救母》，聽一聽佢喺戲中嘅演唱啊！恭喜皇后娘娘，今日人禮孝天，朝中討祖啊！恭喜母后，願你福如東海，年年在，壽比南山，歲歲高。好王兒，王姐，臣妾服禮獻情，都可王子為尊國母。王妹，呢啲都係聖音深重，還嚟各姊妹幫扶啊！可差大禮獻情，行兄大禮收存。王姐，今日定成義之，從此帝不長操待國公敬獻香茶，夢多時分到。王妹不需大禮啊，禮所本該。
我啦。太后驾到！太后駕到，一嚟快快恭迎。吉時將到，之事可曾備好啊？也曾備好，只等君王命駕。王兒還未到，哎呀，真係太糊塗。太后，主上國事纏身，太后且為養息，待臣妾奉上香茶。恒卿，香茶侍候。拜見母后，平身。有勞母后親臨，王兒失迎，望能恕罪啊！王兒啊，吉時將到，快些擺駕。知道。陳兄傳旨，把居家排鋪啊！王媳婦快率領國公登居就到。母后，母后，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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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後什麼原因頓生變故啊？定然係中毒，見他七孔血跡模糊。中毒？秦軍辣手狠心，毒害孤王之母啊！主上，太后臨終之時只責皇后，這真係個悶葫蘆啊！指住你，行凶者定是你呢個賤人！主上，你查明之後啊！主王，母后素清賢德，萬勿冤枉無辜啊！主上，查明此事不難，太后食過乜嘢？你等從實稟報。聖公方才把香茶欠飲，所用嘅就係這個茶壺。拿去太醫驗來。是。啟稟主上，太醫言告，茶壺中藏有8毒藥。你好一打！心火爐，麻醉狠心陰毒，苦陰毒苦。哎呀，父王息怒啊！毒殺太后，辜負天人，正係大逆不道。你快講出真相就命抵命，否則要你九族過清宮啊！臣妾感恩大德地，到後尾地下天高恨難分身相報，豈有陰毒嘅謀圖？今日還和飛來，我真是有冤無路數啊！望主上你聖聰明辨，面使我清白那夢。父王，臣兒僅是親前，都未有離開本部啊！何來毒藥落茶壺？臣妾哀相求，非為未區以自保，車房走鐵了真正嘅兇徒。主上，皇后所說不差，主上三思才好啊！從來觸法者，少有不說無辜啊！皇后言不素聞，此以言之，我做父王定要查明查白，免使真兇逃脫，累及無辜。你獨嘴，國王自有主意啊！你哋睇，這是誰嘅碧玉壺？超陽鎮江之寶，這瓊玉茶是誰斟，壺是誰管？係貧兄所斟，貧兄所灌。有錢來是實，全貧兄是。
啟稟主上，鄭鵬熙浸死在魚河之中。陳兄死咗，殺人滅後宮，皇后果然有擺布啊！虧我平時對你多敬慕，原來你口蜜腹從多啊！主上，太后臨終之時指着佢，難道這係無緣故？主上，嘿，人贓俱在，賤人口舌也徒勞。現在半世夫妻，似你三尺紅翎。快來自己拜報。母后啊！望父王開天地心恩，下言願以身待母母既為叛逆，子也最難逃。君王已開恩，救子之罪母，再以死血君王，母子也最難逃。只想正朝宮，新花道，報卻太后仇，大義無犯一個。真相都未查明，談何新法度？貧兄何以死？遂落藥茶壺，應交三司六部來回審，查明其中嘅緣故啊，父王。你係話主上佢糊塗啊？難道孤王無主見，要你呢個奴才歲歲滔滔啊！神言無犯天恩，萬萬不能輕諸國母。逆之間中無軍課，真係欺山為孤啊！朕君威，正朝綱，以你先上刀啊！主上，就算佢有犯天威，亦係出於孝道啊！陵墓無關乎，死有餘辜。國丈，你縱軍殺義，舊規元老噃。主上，木流後患斬。此今城外，立即開刀，用此來事實。慢！父王當真要將兄王斬，他日你就登大波。娘親何不早說？你現在明白都未為遲。父王監斬之職，以現待錄。你現為監斬，信得過主上，主
住口！哥兒已決，不准多言。王兒過嚟，賜你尚方寶劍，紫禁城外立即開刀。王兒，救後！走！無王骨，驚急通馬為孤啊！人嚟斬斬斬，只成一刀兩斷，便宜咗佢。要他陪葬太后墳，你更馬係這戰啊！好，就將這賤人生葬，有勞各將走一遭。心孔兒，主上。人刀殺氣夜騰騰，卻保得興王離夫後啊！監斬官真真假假，親人權且作死嘢囚。來此已是殺人場，正好將興王解夜救。
你等暫且退下，小王兄弟要一掃生理離情。殿下，下去。殿下，下去。兄王受屈了。係咯，我今天不願幸好兄弟，你要交叉嗌了皇冠取下你兄人頭頭皇帝，你睇我多照顧主項母後，望內心再把大仇。我當監斬官，意在霸雞就，連個個中間計鬆毒手，把你那副刑場，要殺要放任我籌謀，個快走，逃走嘛！唉，茫茫天地，我何處容身？兄王啊，無論哪州哪府，暫且棲身，有朝一日，為弟終有一天接你回朝啊！如此說，賢弟在上，受愚兄一禮啊！人聲宣達未知吉通，倒到後山再續翻了周啊周。今期節目咧，繼續同大家分享嘅會有包昌平主演嘅《劈靈救母》啊！咁喺戲中咧，平姐嘅演唱咧真係好有星腔嘅韻味啦。咁而表演方面咧，平姐係經過系統嘅訓練嘅喎，專業。係啦。一開始你係喺合浦嗰邊讀藝校？唔係，湛江嘅一個安鋪戲劇校。哦，係政府全資搞嘅。我哋已經喺呢個學校，我哋讀4年啦。4年畢業先至咧就翻合浦。合浦嘅文化局長咧就要就喺後台，因為我喺藝校嗰陣時咧翻合浦演出，不過演出咧亦都盛況空前。點解咧？因為女仔就冇生啊，好新奇。就新奇又哎呀，又做得幾好噃，又唔知係咪本地人咧係嘛，特別捧場啊！今次翻北去演出都係一樣。都係我受觀眾嘅恩惠真係好多，喺呢度多謝晒你哋。係啦，有觀眾嘅支持咧，先至會有平姐啦對舞台嘅堅持同埋熱誠。係啊，呢一種熱愛一路咁樣持續到而家。咁啊，確實咧，平姐喺演戲方面啊女扮男裝要反串咧都唔容易㗎。係咪一開始咧就喺藝校嗰陣時候已經反串啦？但係嗰陣時候仲未學唱星腔㗎噃。係啊，點解我要學男仔咧？唔係學男仔啊，原本係學花旦噶，練功都係練花旦功噶。因為咧男仔都同我哋一批去嘅男仔咧就冇聲，唔知你一練功咧練壞咗，唔識點樣發口。咁我咧就嘅發口就好。咁冇辦法，你做戲要排戲，咁啊要生角配旦噶嘛。咁啊揀咗幾個女嘅同男嘅一齊練 ABC 角。結果大家一齊咧就要實習噶嘛，對觀眾。觀眾咧就我有台緣啊，咁有台緣咧就呢個合浦妹做得好，紛紛以前嘅人好熱誠啊，紛紛去領導嗰度提意見，去甚至去政府嗰度咧就提意見，我哋中意嗰個合浦妹做白武生，合浦妹做得好啊！
咁啊奠定咗我喺學校嘅第一男主角嗰個地位。哇，係真係高材生喎喺學校當中。我係比較有運氣，多謝喺呢度，多謝安普政府對我嘅栽培。咁後嚟咧去咗香港嘅演藝學院啦，都係學新角嘛？新角分得仲清，因為佢係學京昆粵，京昆為主，粵係次，粵係低班。我考咗深造班，就係昆劇老師帶，京劇老師帶呢個經歷啊！而家呢，身在其中咧就唔覺得，離開咗咧就覺得非常好啊！早上基本功咧就係賈君祥老師帶，賈君祥老師咧就係中國戲曲學院嘅講師嚟嘅，佢嘅基本功非常好，又執得好細緻。咁第二節課咧就係昆劇老師帶。另外香港演藝學院咧每年咧喺全國請咗好多拔尖嘅藝術家，就到訪香港演藝學院教學。我哋經過有胡之鋒老師啦，好出名，係研究生嘅導師嚟嘅，跟到林慧玲老師，就學咗個林沖。林沖咧係加落去嘅，胡家莊嘅林沖嘅戲又唔係多嘅，但係老師咧就發現咗我，就喺胡家莊嗰個林沖嘅角色上邊咧就加重我嘅戲份，特別寫俾我，特別寫咗段唱腔，哇！特別練咗全部嗰個排場開場。結果我哋呢個節目咧，我同詠詩咧，林詠詩同學咧，就有一年咧就代表我哋中國戲曲學系就表演俾特首睇。呢個係我哋嘅係個光輝嘅歷程。因為咧香港演藝學院咧開辦咗學院30年以嚟，係得2屆特首咧就去百忙之中就去學校睇戲。一個係董建華特首，一個係曾蔭權。咁我嗰屆係曾蔭權，而家都冇特首，佢即係佢唔得閒成日去睇你嗰啲啊嘛。咁學校揀到我咧，證明我都係優秀，就揀咗8分鐘節目代表學系嘅。呢個有啲自豪感嘅。即係講到做戲學戲嘅呢一個方面啦嚇，我覺得咧阿萍姐真係好有呢種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啊，因為可以喺舞台當中咧去實現自己嘅施展才華，實現粵劇夢。學以致用。而且咧，萍姐咧佢係到咗一定嘅年紀啦嚇，儘管之前有好多嘅專業劇團啊或者係曲藝團嘅經歷，但係佢依然係會翻到去學校去學戲，好難得。係啊，有幾個藝術家到訪咧，好讚賞我呢種學習精神啊，個個都好讚歎話好難得啊！話我覺得做學生幾好啊，我中意讀書啊，我仲中意睇書添啊。我嘅古典文學文學素養唔錯㗎，即係唔係自誇。咁我覺得咧，一個人唱嘢咧，最緊要曲詞達意。咁啊最緊要啊，你如果唔理解嘅人物性格，唔知道個曲詞講乜嘢，你唱咩啊？唱唔出所以然，你表達唔到你嘅思想感情，係嘛？咁所以咧喺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呢一部《劈靈救母》當中啦，萍姐演嘅嗰個角色咧，嗰個王子咧嚇，都係偏文少少，好有書卷味㗎嚇。咁事不宜遲啦，繼續去片欣賞呢一部《劈靈救母》啦。不好了！各種一干人等綁押母后，莫非行刑去麼？千鈞一髮，速救母后！走我！老賊，我留現在何方？父王聖旨，身裝皇禮。老賊看劍。你一不孝，二不忠，抗為君王命，外宣居院打外公，賊假充，賊假充。本太嘅恨田空，天公不正也要打，管你外公與內公，
擦血染清風，染清風。來此地已是亡靈在望，劈亡靈救出母後逃亡後相成咯。
泉台乃人間世上啊！只是世上人間得母后，母后你保重，我已保得興旺，連做樣。今晚夜我弟兩碟，發唱又劈粉唱。咁我好弟兄，我母子勸弟母，母後莫將賢弟戀我啊！王啊，追兵復來，你對母后暫避此間，待我碎殺他一陣。母后，我哋快走啊！人意大道，大膽強徒，竟見本法不參不歸。我將可是八王千歲乜原來係謝妃王侄，因何弄到這般模樣啊？八王伸冤啊！天大事情有本藩做主，快快起來講話。謝千歲。
故話，白王用品啊！天沉沉啊，地紛紛，冤如山中恨被害，心啊呢一盞毒茶，可憐太后命啊還，父王枉罪判我良親，悄悄發電招啊，超天理良心全不問要把我極刑問斬，母後生葬皇陵烽煙歌一動平，宮內嘅邪風又會翻滾。這都係君王親的日落，要未敢咩橫嘅謝妃素清雅賢良，怎會這般獨特恨？未知是誰辣手殺害太后經家和於人？謝妃王侄，你哋莫傷心，本凡定要將案情覆定求水落石出，決不放過那奸人。人嚟有燈啊！聞到白龍海歌唱，救回母後英王，紅雞引坑一天亮，雲煙照雪來白王，督查案，督查案，誰個勒手橫屍，今日難逃法的網。雖說白王擅策，
無奈奸計亦深重啊！更何況西宮親近，主上親查，此烈火丹爐，諸城已安好戰杆，好戰杆，平日裏百步穿楊無虛發，彎弓響處倒虎狼啊！今日請替小王射翻此案啊！因好箭頭之上，開有兩處刀傷啊！隨卻親娘曾翻看，有誰動過此戰狼？削箭吹毒甚分明，莫非係我娘所幹啦？大家刀下留人，見母后軟眼輕望，我乃係真兇，甘願投案。法堂你休得妄作，胡亂招供殺身罪過。我是真兇，奸亦惡，快將他趕出法堂啊！來者可是小殿下？不肖正是司馬健。呵，咁你自認毒殺太后金區，你就先講白如何犯案。這裏有3支毒箭，還有太醫院1支鹽科。馬健所用毒箭與太后所飲毒茶，皆以百毒藥製成。太醫院親驗，太醫院親驗。小殿下在，你係如何下毒設謀？我將箭頭毒藥削落，向杯中投放。毒藥放在壺內，非向杯中藏。老夫若信一面之詞，來斷案。咁就放了真兇，屈了忠良啊！咁如此一說來，小殿下乃係一派胡言啦！胡言一派。今
官，你道如何？一派胡言，胡言一派啊！司馬健，小我狂徒，你敲蛋兩木無王法鬧公亞堂，而家亂真。欺捐犯上，險些陷我八分空，放了屈害啊中壓糧，加咩刑官於夜下重壓刑。打他個可差一樣壓，打王八蝦啊打！過來，王班徇私枉法，封佢內藏間，你鬧佢千歲金鹼，重刑毒打，算你一片忠心；毒打重刑，忠心一片，敲文不招，打死無罪。千歲要命啊！快從實招來！千歲爺，重棒打可差，我剔名假國丈，限小人3板，仲可差一名王。奴婢罪該死，仍將真情講，毒殺太后子是西宮假娘娘，命我執毒箭石下毒藥壺中火，皇后不知茶有毒，險將太后子身亡之身亡。啟稟千歲爺，假娘娘投河之盡。死有餘辜啊！主上，此案如何處理啊？依法而判啊！好啊！一個人犯論罪正法，迎接謝後重返朝呢兩日嘅節目啦，就同大家分享咗大型嘅古裝粵劇《劈靈救母》，咁同時咧亦都同萍姐咧傾得好開心嚇，包括佢自己嘅個人經歷啦，同埋呢一部戲嘅演繹心得噶。咁啊，除咗《劈靈救母》之外咧，我見到萍姐平時都好忙下噶噃，即係奔波於各地啦，去參加一啲粵劇曲藝嘅活動。呢10年嚟，雖然離開咗即係廣州舞台，但係咧喺香港活躍。喺我嘅家鄉，我嘅學習嘅地方湛江咧，就活躍咗幾年啊。因為咧有一年咧就湛江揾唔到人參賽，即係第2屆曲藝大賽啊，第1屆已經空白噶啦。咁個朱維國主席咧就揾我，佢話阿平，你快啲翻嚟代表我哋湛江去比賽啦。
唔係我哋都空白咗一屆噶啦。佢話我哋即係委以重任，咁啱畢業咧就有呢種雄心壯志。哎呀，覺得哎呀人哋需要自己噃，應該做。真係好啦，咁我就應承咗佢。結果一去參賽咧，我就唱咗支韓信敗將。陳錦榮老師嘅。但係我覺得自己咧就胸有成竹，真係好自信啊！結果都係得咗金獎啊！咁都好開心。實至名歸啦。另外咧喺曲藝嘅呢幾年嘅嗰啲年會啊，即係曲藝活動，我咧就做咗好多嘅贊助商。我係贊助商之一，係省曲協嘅贊助商之一。廣州市曲協嘅贊助商之一。即係年會搞活動啊！真係出錢出力。湛江嘅都係贊助商之一。湛江我仲好多義工，我係廣東省文聯嘅文藝志願者，亦都係湛江嘅文聯志願者。我就仲係我哋曲協嘅藝術團嘅團長。我覺得呢就為善最樂，而且係有意義嘅，所以我到自己成日揸部車去吳川做評委啊、點評啊。吳川曲協做得唔錯噶，我同個區主席呢又比較係啱嘅個理念，佢成日都中意搞啲有政治意識、正能量嘅活動。梁河清主席同我係好啱嘅，咁佢叫到我呢，我就從來都冇托嘅手踭，馬上揸部車去。佢啲人要參加比賽呢，我哋要輔導、去教、去做評委。喺吳川呢，我都有即係好得到大家嘅尊重，因為我呢種行為同埋我自己嘅專業水平，喺廉江、穗溪、吳川、合浦、北海、茂名、電白，甚至雲浮，我自己唔知咁受歡迎啊！真係啊，即係所到之處啊，人哋就非常之恭迎我。我覺得哎呀，如果唱粵曲都唱得咁有尊嚴嘅嗬，咁呢，我喺呢度呼籲大家呢，就學咩都好，學得出色都係好噶。咁確實呢，萍姐真係好難得嚇。儘管啦，自己已經係當年冇喺專業院團嗰度拼搏啦，咁但係呢，依然係通過自己嘅各個方面嘅努力啦，同埋資源呢，喺粵劇粵曲嘅舞台，喺呢一個事業當中不斷去作出貢獻嘅。咁呢兩期啦，同阿萍姐亦都傾得好開心。有機會嘅話，我哋再傾偈，好嘛？多謝你，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新歌吹奏賀新年，越唱越好戲。2016全新時段好戲連連，從1月1號起，逢周一至周五上午10:05，只要你鎖定南方衛視老倌新秀好戲靚曲，為你一一奉上。越唱越好戲，新嘅一年華麗呈現。